大家有冇發現，而家返工如果冇咗 AI 幫手，啲嘢根本做唔晒。我上個禮拜先同同事傾開，而家真係返唔到好似以前全人手做嘢嘅日子，而且好多人咧都以為識用 ChatGPT 就夠，但係其實仲有好多你可能都唔知道嘅強大工具。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下我哋真實用到嘅5款 AI 工具。第5名 Gamma 簡報救星。成個 PowerPoint 最煩就係執排版、揀色同埋加圖表，真係超級嘥時間。用 Gamma 你掟個大網俾佢，佢就會自動生成排版，仲可以用語音叫佢幫你加圖表。我同事以前搞大半日，而家半個鐘搞掂，效率真係差超級遠。第4名 Anti-Gravity。程式開發神器，寫曲門檻高，開發引流又繁複，佢可以理解兼自動幫你規劃成個開發流程，由寫曲到 testing 一手包辦。識寫曲嘅人用佢效率絕對翻倍，唔識嘅都可以自己整個 project 出嚟，簡直好似帶咗個 AI 工程師喺身邊咁。第3名 Driverless AI。短影音視頻分析，好多創作者最焦慮嘅就係條片頭3秒留唔住人，只要 upload 條片上去 ，AI 就會話你知邊啲畫面最搶眼，幫你優化個開頭，觀眾停留時間變長，你嘅 TikTok 同埋 Views 嘅數據自然就會更加靚。第2名 Prompter AI， 開會最強大腦，平時開完會仲要嘥時間整 meeting minutes， 有時仲會記錯重點，佢可以喺開會嘅途中即時做筆記，記低 to do list 同決策，老細突然問起，佢仲可以即刻俾到建議你。開完會自動生成完整記錄，完全唔怕俾人問到口啞啞，超級貼心。第1名 Gemini 地表最強全能助手，當你需要一個咩都做得到嘅底層大模型，揾佢就啱啦。寫曲、處理 document、分析 data， 甚至睇圖睇片，全部通殺。佢俾到嘅就係你直接可以落手用嘅內容，真係用過就翻唔到轉頭。